伊那个足青草的哦，好料理。系啊，要请娘送着。古早呢，古早，有咖啡。你若讲要录这个三碧潭，吼，爱先叫安东去买菜，对吧？安东哥。啊，安东哥就是对遮来嘛，买回来才人参煮菜，哦，人参煮菜。嘿。啊，咱今仔日要煮几项？今仔日爱嘛是爱做。头碗就是红烧比，汤头煮甲真正甜，无啥物物件通请你。你是富户人囝哩，二碗一碗是红钱，酒果啊，烧酒你着搁再啉。杭州火锅小第一，今晚咱搁来煮点心。要煮点心先唔通，咱是兄弟无别人，唔免用到遮济项，我来劳烦恁下讲。三碗一碗上凉汤，人参切菜真好炖，对阮娘姑实在素。啊，大地吃到遮大块，四碗出来白片鸡，要请娘姑你一个，无啥物物件真歹势。真心啊，咱两个来干杯。五碗一碗是芦笋，人参你烧酒着国温。六碗煮甲烧滚滚，烧酒也无步用过喷。六碗一碗鸡卵羹，要互娘姑食佚佗。酒啊，伊若安尼摇素素，舅姑啊，敢是惊食无？七碗就是零角饺，要互娘姑食袂了。人生是在咬变巧，煮甲一地双头翘，八碗出来当菜啊，全是肉无头壳。要互娘姑食好饱。咱是兄弟无情差，九碗出来红尾虾，10碗油葱炒水鸡，烧酒一摆过上地，互我食甲拄暗时。 11一碗红烧鱼， 12鱿鱼炒花枝，六碗煮甲好气味。搁再上见办好事。13出来是正宴， 14这碗是乌鱼羹，这款的物件是真罕见。娘姑趁烧唔通钱。15一碗八宝饭，16尾碗出甜汤。啊，舅姑啊，你是枵几顿？啊，你若搁再讲，我手就搁再出。咱这段叫做三碧潭，三片糖。三碧潭明白啦。三片。即马叫做楼台会，哎，啊，以早叫做三碧潭。啊，所以伊要来的时阵吼，啊，英台真欢喜吼，啊，就叫安东哥去买菜。吼，敢若买菜就爱买半点钟，爱抢半点钟嘛。啊，为什么即马戏剧拢无人咧做这段？因为咱拢是一次比较2点钟尔，两你就点钟。半点钟。啊，以早戏班爱做10工嘛。吼。连本戏安尼。嘿，敢若连续剧安尼爱做10工嘛。啊，所以这段拢有做。古早的菜，伊看古早的菜，会当了解古早的人咧生活是安怎生活。啊，看菜就知影这个家庭是什么家庭。哦。看伊咧煮的菜，啊，像那迄牛三片斗产到要死，敢有通安尼食？嘿啊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嘿啊，啊用大人斗好野人。哦，哦，要煮真新鲜唔通。哦，咱是兄弟也无别人。吼，唔通煮介遐济项。哦，用大恁是好野人。哦，嘛是伫咧迄个戏出内底来表示讲因两个人的贫富的之差。是，无共款嘛。真的。老师咧，为什么食饭爱搁出这鸡卵糕啊？较早吼，鸡卵糕是算较稀罕啦，伊就西式的嘛。吼，啊，就意思就是讲啊，较机巧，啊，要互娘兄食佚佗。食佚佗。嘿啊，啊，先互你先搁食一个冰的啊，再搁食菜安尼哦，较袂有。哦，较袂鲜啊，看到一包拢是料理安尼。料理。即碗就是鸡卵糕，要互娘兄食佚佗。啊，舅哥恁安尼摇瘦瘦。我真正要做。八宝饭哦，就是八宝嘛，八宝一种即个好吉利的意思。好吉利，嘿，好结条啦。啊，无伊即顿食落煞无好结条。食这顿煞煞的啦。分手饭。嘿啊，
哦，就可怜呢。是啊，足可怜的。不过伊嘛无真久无食遐济草啊，来食顿济草嘛真好啊吼。食尾顿的哦。对啊，食尾顿啊。我呢，你毋讲食即顿了，你又转去你又看病啊，就规天。不过伊毋是讲伊食袂落吗？伊食到一半，伊是毋讲食袂落，听着啊是一直讲到头啊足欢喜的啊，讲到尾啊才食袂落啊，无食饱啊。我要走，食饱我要走啊。啊，迄个版本嘛是有一定有12送，敢有？老师的版本敢有送歌？有啊，这是一定爱的啦，一定爱。啊，这颠倒是即马社团啊，是讲哦较早时间的关系，佫较趣味，所以才有主菜，然后上那个16道哦，16道菜。啊，伊最后伊家打一个卡是要家依然啊哦，伊嘛毋是讲啊，嘿啦，嘛毋是讲啊。啊，英台就讲英台比打毋出声，嘿，啊，才认心啊讲吼。娘兄听，嘿，娘兄听吼。讲阮娘啊已经丢人的听，枉费娘兄你来扛行，哇，这句听落哇，冰岛啊，食袂落啊，食袂落啊，食袂落啊。英台，心受违背，当初你何必自走陪？无奈不亲将分配，命非应待会当初的。海誓山盟将伊知。今生只爱你种应待，既然你我两相爱，莫搁去地阮来，只应该。其实如此。哪能有幸就顾体了？主菜哥，万灵的，我要教恁做伊，也要教恁。老师，我都要学迄个做花啦。哦，老师迄个纸的花，老师啊，拢袂晓做。好啊，即马想用来学啊。即马只项拢无通做啊。对啊，也是爱顾爱，也是爱为着以前哦，大家也是爱保重较要紧。啊，家己煮食，身体健康较要紧。对，嘿啊。